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C Plus Info C 加消息。今日要講北愛爾蘭2025年6月巴里米納 Ballymena 連續幾晚嘅騷亂，亦同大家簡報最近美國洛杉磯嘅示威演變情況，以作比較同反思。洛杉磯喺6月初因執法部門發起針對非法移民嘅拘捕行動，引發部分社區抗議。雖然部分示威保持和平，但隨住規模越嚟越大，有地區開始出現搶掠同暴力，部分商鋪被破壞，汽車被焚燒，局部範圍一度混亂不安。喺6月8日，總統特朗普向洛杉磯全州國民警衛隊下達出動命令，並透過1908年法例直接聯邦化國民警衛隊，冇經加州州長同意，部署大概2000人，再加上700名海軍陸戰隊員進駐市區。呢個係自1960年代以嚟首次有美國總統無視州長反對，直接調動國民警衛隊。國民警衛隊動用催淚瓦斯、閃光彈同胡椒子彈，局部地區進入宵禁狀態，並拘捕近100人。6月10號，特朗普再授權額外加派2000國民警衛，總共部署4100人同埋700名海軍陸戰隊。特朗普強調呢一次出動係防止落成淪陷，而北愛爾蘭嘅巴里米納本來係居民抗議移民犯法行為，原意係聲援正義，卻最終演變為縱火與衝突。北愛警方更需要動用水炮與警犬嚟控制場面，亦都要求蘇格蘭同威爾斯派警員增援。兩地事件之間其實有幾點共通：第一，都係從社會中某單一事件開始，但擴散之後卻被複雜化為種族或者移民同本地矛盾；第二，都顯示出網上或者主流媒體上假消息同偏見可以迅速發酵，引動情緒，挑動對立；第三，兩地嘅政府同執法部門都被迫面對點樣平衡、維持秩序同保障人權嘅重大挑戰。北愛爾蘭嘅巴里米納騷亂，根據 BBC、Sky News 同 Belfast Telegraph 等多個英國主流傳媒報導，成宗事件始於2025年6月7日，一名15歲本地少女報稱喺 Clonovan Terrace 地區遭到性侵，警方其後拘捕2名年僅14歲嘅少年疑犯，案件隨即引起社區關注。當地法院喺6月9號安排2名少年經由視像方式出庭應訊，由於被告需要使用羅馬尼亞語傳譯，有關資訊被部分社交媒體賬號斷章取義，加以誤導性描述為移民強姦本地女孩，訊息喺 TikTok、Telegram 等平台上廣泛流傳。6月9號晚舉行嘅和平燭光集會瞬間惡化為暴亂，導致住宅被縱火。警方部署防暴隊伍現場對峙，使用咗橡膠子彈作為驅散手段。第一晚騷亂造成15名警員受傷，數戶民宅及車輛遭焚燒破壞，1人因暴動被捕。第二晚6月10號，大約300人再次聚集，騷亂迅速升級並擴至 Lisburn、Newtown Abbey、Carrickfergus、Coleraine 及 Belfast。警方首次出動水炮與裝甲部隊驅散暴徒。當晚有17名警員受傷，5人被捕，令到累計警員受傷人數達32人。汽車與商鋪被縱火。第三晚6月11日，警方透過互助協議請求蘇格蘭同威爾斯約60到80名警員增援，部署裝甲車、水炮、警犬同無人機喺街頭警戒。雖然當晚規模較小，但仍然有人投擲汽油彈、磚塊、煙花。截至夜間，累計共41名警員受傷，7人被捕，包括3名青少年。事件雖然由一宗刑事案件觸發，但其有更多深層原因，有以下幾點因素值得正視：一、假訊息與社交媒體失控。今次事件中，羅馬尼亞傳譯員一詞被錯誤解釋為涉案者為外來移民，並迅速被網絡散播，引發恐慌與敵意。相關內容未經查證，即被海量轉發，部分短片甚至被惡意剪接，營造出本地人遭外來移民襲擊嘅印象。二、經濟不平均同社區不滿。巴里米納多年嚟經濟發展停滯，失業率高於北愛平均水平，工業轉型與福利削減，令到部分社區民眾出現被遺忘、被取代嘅心理。呢一次騷亂事件，北愛警務處面對極大壓力，一方面需要迅速平息騷亂，保障居民同執法人員安全；另一方面，亦需小心處理手法，避免因為過度武力引起政治或人權上嘅爭議。使用水炮、裝甲車等武器喺北愛歷史上屬敏感手段，尤其喺部分社區記憶中仍然同以往衝突時期相連。任何執法失當都可能引發更大反彈同歷史創傷重現。強姦案受害者嘅家屬立即公開譴責所有形式嘅暴力行為，
表示一定要透過法律程序為受害者伸張公義，絕不能以暴制暴。至於北愛警隊高層則指出，呢輪騷亂唔單止係干擾司法程序，更直接威脅到整體社區安全。警方會依照法例全力追究所有涉案人士嘅責任。喺社區層面，教會同義工團體已經緊急出動，為移民家庭提供臨時庇護同日常支援。一班街坊又自發協助清理街頭垃圾，修補被破壞嘅設施。愛爾蘭嘅巴利米納連續幾晚嘅騷亂，不但令當地社區陷入混亂，更揭示咗北愛爾蘭深層嘅社會結構問題、經濟壓力累積、族群誤解與對立。喺呢個 AI 互聯網時代，真假信息快速傳播，作為普通市民，應當小心分辨信息嘅真假，唔好一時衝動、魯莽行事。經濟壓力、族群誤解與對立，都係每個政府需要面對同解決嘅問題。有人主張只要經濟蓬勃就能夠解決呢啲問題，又有人主張減少移民數量就能夠解決呢啲問題。正如近日英國政府發表移民白皮書 （Immigration White Paper），宣稱要透過限制移民人數、加強邊境控管等嘅做法，既想回應部分民眾對移民過多嘅焦慮，同時指出移民政策應該服務於經濟增長與社會融合，希望兩者取得平衡。大家覺得究竟係經濟蓬勃能夠解決呢啲問題，亦或係限制移民數目能夠解決呢啲問題呢？歡迎大家留言，一齊討論。記得俾 like、share、撳個小鈴鐺，仲要免費訂閱我哋私家消息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新片啦。同你一齊掌握最新資訊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